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台湾俗间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间是好酒啉甕底。若要啉一甕酒，愈啉甲甕底，会感觉酒愈香愈纯，愈顺嘴，阁好啉。这句俗间会摕来形容代志愈到后壁会愈好，亲像咱伫看一出戏剧，要结尾的时，才是这出戏上好看的时阵。啥代志头起先，凡事较艰苦，毋过好酒啉甕底，好戏伫后尾，坚持做落去，最后成功的时，迄款滋味是啥拢无法度代替的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